这个洛神花，洛神花吃的那个是它花瓣红色的，新鲜的时候有的做那个蜜饯呢。到了秋天嘛，采收以后比较不会有雨，比较不会下雨，就比较容易晒干，不然雨季晒了会发霉。到秋天采收以后晒干变那个。洛神花干，然后煮水喝了。有花青素啊，花青素，抗氧化还是抗衰老？花青素，网络搜寻。你看这个雨季哦，雨季就是常常下雨的，土都湿湿的，然后又有草。你看那个种子，就以前成熟的时候，它会裂开，然后种子掉地上。然后到了雨季就自己长出来了，你看。